近幾年亦都越嚟越多國產嘅 MPV 嚟到我哋呢度，依家40萬嘅價位又多咗一部啦。呢部嚟自 BAW 嘅 M8，佢嘅外形咧行嘅都係時下流行嘅風格，好似一啲直膊式嘅大型鬼面罩啦。比較突出嘅係佢嘅車身尺寸 ，M8 長5317mm，闊1870mm，高195mm，軸距咧就有320mm嘅。你話對比好似 Denza D9 呢啲，或者未來會喺香港賣嘅蘭圖 Dream，佢嘅車長係最長，軸距亦都係最長，而且係最高。入到車裏邊，10.25寸嘅液晶表板，14.6寸嘅中控 mon，好典型嘅國產電車設計。睇 MPV 肯定要關注下個第二排啦。雖然有設計梯級，但我覺得部車嘅地台咧都係輕輕有啲高啊，空間就唔需要質疑。兩張凳都有通風加熱啦，有腳托啦，仲帶埋按摩。我哋去埋第三排，哇，咁樣嘅空間可以講得上係離晒大譜啊！講埋啲配置同埋啲動力，喺香港買嘅 M8 分成2隻版本。其中 Premium 多咗電接鏡、11隻喇叭，前排咧有通風同加熱，有電燈。另外仲有比較大區別嘅就係第二排張凳啦。啱先我哋提到嘅嗰啲配置咧係得 Premium 先有嘅。動力方面咯，喺香港買嘅 M8係行純電嘅，用嘅係磷酸鐵鋰電池，81度電 ，CLTC 行505公里。底盤係前麥花臣厚多連桿，至於部車實際表現係點，記得留意我哋 Bitauto 之後嘅內容啦。